开始。哦好，来。好 ，OK。好，咱开始哈。一个7日，1632年1个7日，开始看，应该是看这直播应该看会到哈。咱来开始。一个7日，是，好，咱开始哈。1632年1个7日，长官普特曼阁下甲议会决议，要派去厦门见一官的代表，将该派去安海。特别伫一官要出发之前，会当根据顶一遍决议去和伊交涉，并且决议讲要延迟攻击前往马尼拉的上客船的计划，一直到接获总督阁下进一步的命令。这有几个原因，主要是希望伫日本的状况良好的结果。如果因为若阮去执行上述的计划，就会接洽甲中国陷入严重敌对的状况，来丧失目前专利的贸易。迄寡快艇拢已经装满货物，也无适合去追捕迄寡洋客船。如果迄寡要载往马尼拉的货物，一直到现在所听到的，因无甲伊处理这样代志，只有无到7、8只载着粗货的洋客船，互公司袂带来多少利益。这是你写的。后壁讲的讲因决议本来要去拍迄个马尼拉的洋客船的计划延期嘛吼。理由是安怎？理由就是因为因已经第一是伊若去拍迄寡船会含这先啊，应该是一关嘛吼，会敌对啦吼。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是讲，因的船话已经拢有装好物啦吼，无方便。颠倒是等因对马尼拉载搁较有价值的货物得回航的时阵去追捕伊，利益就搁较大。一官和其他几个人也伫咧装载规只洋客船要前往巴达维亚。若是听到讲阮要去追捕洋客船，也一定会停止出航，互巴达维亚当局遭受减收关税、人头税和其他收入的这个损失。以上即寡因素，互议会做出安尼的决议，就是伊的第一吼。今仔日上述的代表坐一只新仔日的洋客船前往安海，天气真好。这是1个7日，再来1个10日。3天会到10，无特别的事。其实吼，咱读这个字吼，进度会当诚紧啊！你看，其实伊无逐工记吼，伊真正有需要记的代志会使记。所以一个月其实写袂满30天吼，会当写一半，已经算足多吼。所以咱进度应该是诚紧，后手阁30几天，但是读起来应该诚紧。1个11日，派去安海的代表转来，
报告讲，因甲一般见过面也根据互因的指令，甲各项的代志拢伊来提出，就是要促进贸易的事情的代志吼。答应讲要帮忙收回写销的代志，以及所答应伫伊前往台湾贸易的军门的通行之事，就是伊讲伊有答应一寡代志吼，伊要帮伊甲小收倒，以及答应要甲即个许可证啊吼，就是军门要还这许可证的还互伊吼。伊对各项的回答有效，就是安尼意吼。关系的贸易袂当有所改变，因为伊一直到现在为着要互阮伫咧即个时若自由贸易，已经被大官非常猜疑。即摆即个伊是讲一官吼，就是一官一定讲我已经去斗相共了吼，甲恁斗相共啊，互阮平头人无欢喜吼，所以做到遮就是无可能搁较进一步吼。所以直到必须要逐年来增送5000美元以上的钱，互迄寡人用来维持因的友谊吼，就是为着即个代志爱去安怎摕钱去拍东莞吼，去交涉即代志。三队呢是伊对公司拢无得到任何的利益吼。关系到迄寡写小，伊嘛无办法通搁收吼，因为有诶死啊，有诶变散笑吼，有诶根本就毋捌。伊责怪讲阮前任诶人，伊无责怪迄寡新仔日，因为伊认为讲是阮前任诶人伤凊彩，着甲遮尔大笔诶现款，无说明和保障，着甲交出去吼。所以这是第二项，第三项是关系挪移至阁下，就是进行升一任的即个台湾荷兰长官吼，用几号吼。关系挪移阁下所提日本的债务，即个提啥物意思？提起完全是虚构杜撰的，杜撰我查清楚，了读。我讲孔子北表读，我查清楚翻译。翻译个，主要是即个，种刀是要读啦，杜撰的刀，就是撰。有三音吼，算、传吼，可能备办创作就是算，拍算料理注册就是算。所以创设、创作其实拢会使啦，算甲算吼，迄是杜算吼，杜传应该是白话音的吼。办理法度注册经准，传即可能是迄个明仔载开了今仔日甲你传电报迄个传，就是办理备办啊，应该是即个吼。但是迄个传便是伊本条读做传第五声，所以甲五七三二一七吼，五变七，所以变传便，所以毋对，讲毋对吼，还是。我来查迄个传字，我用台语
传第五声，准备选择是传咯，这第五声，传第七声，传无即字，第二点无收安尼顺啊，传。好，倒选、倒选、倒传吼，完全是虚构倒选的物件。吼，阮的挪威子国下所提起的日本的祭祀，完全是虚构倒选的物件。内底所写的人名，除了伊家己的以外，全拢是毋捌的，而且关系到伊的部分也是错误的。伊摕去所有写下的一半，奉送互伊，请伊去收下，但是伊拒绝接受，讲因为无伫收回，无法度根本就无法度通收回，甚至迄笔交互伊，即写直直写伊，我一直想是拢会搁下，但是看起来毋是吼，看起来敢若是伊官啦吼，就是伊伊官所提议讲啊，阮即写的少吼一半，你收倒来一半互你，请伊收下伊嘛拒绝吼，因为根本就收袂倒来，甚至是迄笔交互伊用来交付整理废弃以及其他定故物品的现款500里尔，伊嘛煞讲是这是挪伊甲迄笔钱信托互一个新仔人来强迫伊认晓交好，因为迄个新仔人已经倒产吼，已经破产吼，所以伊直到现在还毋承认即笔债务。但是当阮甲迄个单据交互伊的时阵，伊大为震怒，真大生气啦吼，甲伊立伫个骹底毋肯捡起来看。阮因为无想要引起搁较侪不爽快，所以就甲伊捡起来，并且甲收起来吼。OK， 所以即只所讲的是一般，咱毋肯替因来收下吼。伊讲迄寡根本就是假的，迄寡笑单根本就是假的，根本就可能收得倒。好继续吼。虽然讲无法度来叫伊认识，但是却含干爸仔交涉，甲伊讲一关，甲干爸仔讲，一关伫个伊要写去互巴达维亚的批信内底，会当总统来申办伊的无辜。挪威阁下也伫遐，但是吼，写我小看毋介清楚，伊是讲啥。进前对即个翻译吼，这语句无啥通顺的讨论吼，我是小可有批评，啊，毋过想想其实已经足无简单啊吼，要翻译即个古荷兰文，其实已经是足辛苦的代志，所以咱较体谅吼。看无是咱家己的问题吼。虽然讲无法度通叫伊来认晓，但是含干爸仔交涉了后，甲伊讲，伊赶伫伊要写去互巴达维亚批信内底，会当来总督申办伊无辜。我阁下也伫遐，遮只是伫遐是倒位啊？我看着吼，我应该是搁规日本那边吼。啊，是已经放出来伫巴达维亚遐吼，伊的后生搁规伫遐啦吼。啊，伊敢若先放出，即个我。但是讲到即个生理人毋肯运货来台湾，伊讲是阮家己的，即个伊官讲这是阮家己的错误，因为阮只敢若要收买因所运来一部分，啊，互因甲其他的部分载去，互因伫咧台湾有利可图，但是生意拢做失败，拢了钱吼。
所以人无爱来吼。所以颠倒转转去因的店面遐去做生意吼，因的收购全部运去的货物吼，人拢收吼，袂像恁遮拗客安尼，拢收一部分。而且，互因的介绍嘛，比阮所互因的较悬吼，安尼当然免讲咧，人嘛无爱来吼。但是这种一般讲的吼，一般讲的可能较拍钱吼，我是安尼认为。顶头即所讲的，我每一项代志我拢认为这一般可能，我较曝光一点吼。总是对各种情况一定会当清楚来看出讲，阮伫时若是如何去看待。因希望阮离开，较赢过希望阮来吼。关系着所答应诶广东诶货物，伊嘛无法度通收吼。去年，所以你看遮吼4、5项代志无一项答应吼，伊嘛无法度通收吼。去年伊派5只强客船去广东收买即寡货物，其中一只叫海贼夹击，另外一只因为暴风来遭难吼。其他3只因为到了伤慢吼，伤晚到，所以买袂到货物，因此来空手转来。即马伊无机会另外佫派船只前往，因此即项代志嘛已经烟雾消散吼，无法度佫有所期待。就是讲着要答应讲，因所答应广东诶货物。若是讲到关系着哪一个下迄件事诶金额，一般坚持，包括黄金和其他伊所讲货物诶数量。总数也只敢若有7488，又搁1/4余额，并且爱阮去含南北含本地来参详即项代志，因为上述货物是经过因来含哪一国下来交涉，就安尼，这一切拢像敢若去敲即个臭羊的门吼，啥物结果嘛无出。而且遮一个譬如讲，若敢若去敲你弄迄个臭羊的门，永远弄袂开的吼。顶头迄讲5项4、5项代志，无一项要答应吼，足明显。好，咱继续看1月12日，有保持的强风，这是一只公主鸡吼。就是透大风，因此呢，必须爱甲上围和一围棚甲放下。14，1月14日无特别的事，只敢若好天气。1月15，强客船淡水号载藤出航前往台湾，好天气。1月17号，上席商务员特劳纽斯坐强客船打狗号对岸海转来，运来253两黄金、60担青丝以及一批糖豆吼。糖豆这是啥物？伊下底注脚写讲叫做 blue cycle， 是 blue 就是芳的意思，可能是形状亲像芳的糖，所以我伫遮甲翻译做糖豆吼。讲即个特劳纽斯对沿海载一寡货物，跩黄金、青丝甲糖豆吼。买即寡货物已经甲所送去全部资金拢用了。1月18日，经过普特曼斯国下和议会决议，要送收购的50担青丝去台湾。如果伫日本的情况若好转，就要甲即寡青丝运去日本；若无，就要甲即个季风期间，就要伫即个季风期间尽快，就是
尽量较紧甲用快艇 Catwick 号即只快艇运回巴达比亚，运转去巴达比亚如果2月动因为 Wellington 号和 Zeebrugge 号已经无度搁装任何货物装填了而且 Southern 号因为载停无任何防止漏液的设备而且只有一个就甲帮，所以无适合装载贵重大数的货物。是啥意思？就是因无法度通载一寡清晰，因只敢会当决议讲用一只快艇叫做 Catwick 号来载清晰啦若有可能载清晰去日本，或者是载转去巴达比亚，因为其他船毋着若毋是已经装好满载啦，就是因为伊的设备无适合并且决议讲，迄寡快艇结伴前往巴达比亚的时阵，必须要继续互相保持做伙来航行。好，125日无特别的事，经常是好天。126用客船淡水号对台湾转来到阮遮带过一张批信，是赖恩罗伫去年12月15日对日本寄批，主要内容是敢若讲快艇 Barrett 号已经获得允准出卖因所载来货物，并且要伫7日内要出航。对即项代志，咱就还阁会另外写批通知公司伫日本的状况和以前相反。咱就感觉讲 Barrett 号的通行证并不乐观，究竟如何以后就毋知。拢是做生意的代志。128英国普特马斯阁下和议会伫漳州河决议优化商甘贝亚和本迪奥，因这两个人是伫本柜航运做上侪生意的两个人，也航运荷兰人交易300亿。我直直转数，我去最后。决议讲要送300亿互即两个生意人决定要幸因，而且要赠送因每一个人2担大香木，来表示对因和公司交易的感谢，而且决议讲决定讲要幸因，毋知要幸啥并且决议讲上述商务员特劳伦斯要带领将客船 Middleburg 号、打狗号和淡水号下袋就是要炸所剩外资金，继续留伫红海，以便交易所承诺就是所应允所答应的精美的费仔，就是要甲资金留落要买费仔或者是若无费仔通买，就来买糖并且决议长官阁下伫迄3只快艇出航前往巴达比亚以后，就要坐快艇 Catwick 号前往台湾，因为台湾真需要长官阁下转去。129快艇 Zeebrugge 号、Wellington 号和 Southern 号拢满载货物出航前往巴达比亚，货物总价值是174,152美元，有青丝甲其他丝、黄金、布料和其他货物，愿上帝一路保庇平安。
132，中华普特曼斯国下坐快艇客运和出航前往台湾，要登台湾了吼。毋敢若伫即下晡即个即久啊。上册商务员克劳纽斯遵照决议，半夜用客船 Middle Birch 打9号和淡水号甲村外一寡小额资金吼，就是少的即个资金吼，早去沿海要踮遐买一批整理的灰仔和糖来交互快艇客运号，以便伫本季尽量较紧来运去巴达维亚。因为无风，所以音乐停泊伫个离岸无偌远的所在。是130。最后一天一转呢吼，下晡又搁用航启航，但是因为上半夜就是顶半暝吼，风力伤强吼，所以搁转去停泊伫个金门下远吼。金门市的下远是南边还是东边？毋是，下远我毋知倒一边吼。古早地图是，咱即马地图惯势讲北边是伫个顶头，南边伫个古早地图的位法其实是北边是顶头是东边，底是西边。好，咱继续。毋对，我无应该安尼讲，应该是讲西洋地图位法是北边伫顶头，南边伫底。但是先仔迄边，你若看大清国留落来古早地图吼，就是有写顶头是东边，就是。好，1632年1月20号，真紧哦，咱读差不多一半较低，搞点还要到一半时间就一个月。后来是2月搁较少吼，前几个较少。2月2日第三度用航启航要来继续阮的航程吼，因为之前拢有透大风搁转吼。第一道有顺风，伫个即个月的4日下晡来抵达即个台湾前方的岸边。伊2日的日期已经写到4日的代志吼。2月2日的日期写到2月4日，因为驶到澎湖北边的时阵无风，所以才经过遮尔久。过来2月8日，连续5、6、7、8、4天，有持续吹来北风，一直伫透北风，所以无特别的水。2月9日，中华普特曼斯国下含出色的议员决议，快艇客运号伫本季要尽量较紧来运送已经有的货物回航巴达维亚。上主要原因是资金拢已经顺利来交易完毕，已经拢甲资金用了吼。公司伫日本的状况无清楚，因此无需要伫台湾甲快艇留落来，并且决议讲，上述的就是即个客运和即只快艇留伫此地期间，拢爱载着已经有的货物以及还未收到的货物，停泊伫个港外岸边，因为即个港道太恐怖、太可怕也太浅，要踮即个港道来装货物，危险性太大吼。主要货物是死啦吼，危险性太大。伊阁决议讲，此地城堡和主要工程已经完工，并且已经完全可以使用吼。即个城堡是日兰遮城，还是迄个普罗宾遮城？袂解清楚吼。普罗宾遮城即马就是伫个叫做赤潭楼吼。荷兰人起2个城啦吼，就是主要伫台南起2个城，一个是日兰遮，即马已经看袂到啊吼，日兰地啊吼。你若听迄个长保长保份吼，读做日兰地啊。我就去喙齿啦吼。另外一个城是就是普罗宾遮城，即马搁伫，但是已经改做一个看起来是迄种
时仔想色的声人有成是好，人起着声，因为迄声的迄个顶头迄个坎破吼，当做时仔色吼。所有的落类就是迄寡班达人含 Gujarat 人，等下看伊个是，除了两三个人以外，拢要用即只快艇协议要甲因送转去巴达维亚。伊讲除了两三个人，因为这两三个人因资源要留落，而且厝地嘛需要因吼，毋是干那因资源要留就会使，嘛是因为佫需要用因。歹势，我看一下即个班达人以外，佫伫一个落咧，叫做 Gujarat，Gujarat，Gujarat 就是 Gujarat，印度西北边古代王国，印度人诶吼，在此是指印度西北来摩洛哥贸易诶回教岛。这是什么说法？对印度西北摩洛哥交易回教岛。摩洛哥是伫咧印尼诶一寡岛。摩洛哥群岛，印尼中央诶吼，澳洲诶北边一带，我毋知是对，看一下 Wikipedia。Molucca Islands，Molucca Islands，Molucca Islands，有时仔佫被称作东印度群岛，是马来群岛诶组成部分。伫中国含欧洲传统上拢称作香料群岛，香料群岛。这是进前讲班达，但是讲班达人甲即个以色列人，所以应该毋是班达。奇怪哦，就是讲对印度来，即个香料群岛即只做生意的人，叫做 Gujarat，但是讲是两个，讲掠做两个。按这个看，我袂介清楚即个 Gujarat 回教岛。好，继续。因载转去巴达维亚，但是该快艇出航了后，就是迄个 Kepler，然后伫遮因即只快艇出航了后，留伫遮诶公司诶人员，包括着伫咧热兰遮城堡、海堡，含伫咧其他所在诶总数病人袂超过230个到240个。即只有一个人数，互你知影是吼。伊荷兰人统治台湾初期，留伫台湾即个病人230个、230-240个人，230-240个就是一排90个，3个排无到3个，就是无到一脸吼，无到一脸个人管规台湾。决议讲，因为上务员特劳纽斯为着要收购精美的鱼仔和白藤，留伫咧中国用看，为着要收购要收买即寡货物，还佫爱买10担的青丝，又佫爱支付1000米的有资款就是爱先出即个先叫预支有资款，为着要互本地或者是伊所授权的人去买一寡黄金。
今仔日就不准再用总价值4000美元现款和商品，伫助理 Kick 和其他另外8人的监督之下，送去互特劳尼斯，因欠钱，10点过啦，分享继续看。2月11日，早起杨克群上水的杨克群按照决议装载的装好货物以及现款出航前往中国，要去送钱互迄个特劳尼斯。18日，人7天写讲这7天内底拢无重要的代志写做7天，写做18日。19日，伫我普特曼斯国下2月决议，因为一方面，本国个所决定的关系，快艇缺位号要出航的代志；一方面，因为讲伫个西南的状况相当可疑，经常发生变化，要甲迄种复杂的理由讲较详细，用笔还不如用喙讲来较清楚因此，伫我国下要做快艇客运号去巴达利亚，亲自往总督阁下来详细说明说明啥物？当时说明讲目前伫个西南这边做生意做了袂好的原因因为一般逐项拢颠倒要等于报警啊。两个原因嘛第一就是即个情形用写较恶写，不如直接去报警。第二，如果伊即个快艇客运要出海即只客运就是要出海迄个要去巴达利亚并且因决议讲，迄寡对日本来的以及还要过来的新仔人用客船，根据阮到当所知影，因的资金拢真少，所以决定要我袂记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进行下有学着我袂记我比你感觉。互因随意去交易但是对因的出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小请教一下知影讲要安怎办。半块肉约定进行芭比鱼肉，当在这等于拢讲，然后人知就甲阮通知一下，因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足白话啦但是华语白话了讲就是就是袂讲遮尔遮尔认真看待啦，就是惊紧凊彩做着就好要互因随意去交易因为因资金无足，但是对着因的出航要用婉转的话甲因拖延落来，要甲延签落来，一直到接到总督对即项代志进一步的想办法甲因留落来，莫互因先走等待阮总督的决定要安怎。除非要甲因延签到要甲因延签落来，造成严重的后果，才会当去放伊转放伊一个才来出海。这是2月19日，再来2月15日，放半肉起来，半放肉还是放半肉？我看你是爱半放肉，我查一下。半放肉，我查一下，放半肉，所以是写毋对。等我看一下，等你大时间。我伫遮汉字
无咧。哦，说台语，咱学历史兼学台语啦。嗯，放半捌，嗯，哦，放捌，放半捌吼，我今日才学一项。你讲放捌啊，放捌，台语小词典是放捌，还是本词？哦，台语大词典有啦吼，叫无看，叫无看见吼，叫做无看，极极就是食庄吼，台语极就是食庄，叫做无看见，宽容吼，就是用阮的吼，叫做无看见吼。你若要讲去较白话，就是叫做无看见，放捌吼，放捌台语大词典有收吼，放捌。例如讲，我是放捌，毋是无看见，应该是放捌用情伊，就是放捌来来写伊吼，来放一个吼，互伊准过，无爱含白安尼放捌，或者是我是我是超过伊叫做无看见吼，毋是真正无看见，放捌，好放捌学起来哈，放半捌嘛是会使吼，放捌。2月26日，从竹船米岛 Birch 号、打狗号和淡水河对新仔运800罐的球糖和差不多200担的白糖转来取兑吼。这个取兑应该也是伫讲带消息转来讲，一赶伫本个月5日，孙明伊的舰队对海路去杭州，要对遐去攻打武平。伫南方的海贼纳字号，纳字号是啥物啊？我看注看下。对陆路去杭州，可能是对海路去第二条，讲即个海贼的名，敢若伫即只，敢若看着即道即个记载吼，以后就拢记载海贼老乡的代志，就是伫即当阵的海贼，南方的海贼，一般拢是讲老乡啊，以后拢讲老乡，但即只是用一个无共名叫做字号，所以有可能即个人就是老乡，就是安尼看就无像老乡。好，讲一赶要去攻打武平，啊，另外伫南方的海贼吼，纳字号，还佫继续伫咧收编船只，扩大势力，即个扩大势力扩大。我拄则读课我伫工作时阵常安尼读的，可能伊是健康的发音，应该是扩扩扩吼，台语大词典即个汉字拢做，毋是即个汉字啊，应该是讲台语大词典即个意思拢读做扩，即个 expand 的意思拢读做扩，扩充，比如讲扩啊力是囡仔无啊即种读法，扩充、扩充、扩充，就是扩充销路吼，就是扩遐、扩遐，哦，扩遐这应该
有人捌听过啊，扩起就是读前扩音后扩文吼，讲你读即个个，方面来讲我袂记啊吼，就是前额比较突出，就是扩起来吼，啊后壁就是扩后壁吼，扩头啦吼，扩头台语的扩头就是就是扩起来的意思，扩头前吼，唔错，所以即个扩字我嘛今仔日做甲是安尼写，头壳扩扩，扩充、扩中，所以应该是哦，台语大词典有写吼，我看着吼，伊讲空中嘛使吼，我比如讲我伫工作上拢定来讲控件，迄是控大吼。伊讲即个控是扩中的五音啊，就是弹着音去啦，逐个拢咧弹着，啊伊甲收迄字字典内底讲你这是毋对读法吼。啊，但是足侪人拢咧读，就是我定来讲，我伫工作上听到即个叫控吼，就是控头的控吼。好，咱转来，台语时间到遮，咱继续来看即个日志，就是讲即个海贼咧收编船只，扩大势力，伫安海海边和厦门，差不多20只，用这阵是由官员和因的后世朋友所装备，就是即寡官二代啦吼，和因的朋友所装备20只用这阵吼，即寡拢是为着军门，拢是军门所毋知吼，就是即寡官二代吼，家己偷偷买船的吼，要做海贼的。OK，今仔日即个牧师Yunus 吼，这 Yunus 是另外一个牧师吼，含之前我定来讲迄个康基利的是无共款啦吼。即个 Yunus 是 Robert Junius，你看注脚有写吼 ，Robert Junius，这是另外一个牧师吼。即个牧师其实嘛是对台湾的宣教有真大贡献的一个吼。因是即个荷兰人伫台湾宣教，其实会当分做两个期啦吼，两期啦吼。顶一个 phase 甲下一个 phase，差不多中的时间，差不多差一半时间安尼吼。台湾因为台湾3过年啊，一半时间吼。啊，顶一个 phase 呢就是主要就是康迪迪和即个 Robert Junius 吼，因就是较你若以即马基督教的讲法来讲，就是因较无重基本教义吼，较重视和在地人的即个沟通，互在地人了解、愿意接受即个信仰啊，所以就用较亲近在地人，比如讲因因的语言，用因的讲话方式，用因的文化，用因的信仰吼来回说上帝。所以其实是伫圣经教是伫即个基本教义的较远一线吼，这是第一期。第二期就是荷兰人荷兰牧师就较严肃啊吼，讲袂使安尼吼，爱照圣经来，啊所以就变成较无聊吼，所以宣教就较无法度像前期安尼宣教的即个速度比较紧吼。这是我所知影的一只分享吼，以后咱应该会来读即个一寡牧师所写的一寡宣教因所记录写的文章吼，记录咱来读。今仔日即个牧师和 Robert Junius 对新港社会来讲，伫遐的几个居民决定讲，为着一个古老而且无重要的由大家原社的人所惹起的问题，要去发动战争，这会造成大灾难。伊也有可能会妨碍已经开始进行了真好的工作，就是宣教工作。OK，今仔日特别写件代志吼，写讲一个牧师对新港社会来讲，因迄边对因所要发起的战争吼，感觉毋好，意思就是
劝因讲莫安尼吼，互公司含阮荷兰人诶名声会拍歹吼，声名狼藉吼。因此呢，为着要防止这项代志诶发生，并且来下令适当来处理这项代志，请自议员当中派代表去因遐去新港遐吼，长官阁下来指派上级商务员包瓦斯和船长看去新港，因调集新港社诶议员和其他诶人，指出因诶大错误讲，为何无先甲长官阁下讲，就家己做即个决定？明明知影讲，若无阮诶帮助，就无法度当处事，所以阮若袖手旁观。袖手旁观吼，即个袖咧看，袖伫台语，咱拢讲白话讲法是手腕吼，啊，即个袖我看讲字对了，读应该是袖吼，我家己学去读。10:22，袖吼，歹势我读做袖吼，就是手腕吼。你若看干字典，直接就用白话解释讲，啊，袖就是手腕，就是另外是收入手腕内，吼，就是收会当名词就是手腕，动词就是将物件收去手腕内底吼，收吼会当做动词来使用，或者是手收吼，手腕内会当讲手收，通收吼，通收是啥物？我就解释做应该嘛是手收吼，手腕。阮若袖手旁观，因着必被转会，抑阁有啥物指望呢？所以因这遮一寡因，我实在毋知要讲啥。好，咱再来看者吼，因此要防止即项代志，即个战事来发生，并且要适当来处理即项代志，为着要好好处理即项代志吼，所以长官阁下真正吼，就照因所要求，就派2个人去因遐。啊，即2个人呢，就甲新港社议员甲其他人拢调集，甲因集合起来，吼，讲啊，恁大错误，甲指出因诶大错误，就集合起来甲因来责备因啦吼。讲啊，恁大错误，啊，为虾米无先甲长官报告吼？啊，就家己安尼决定，明知影讲，恁若无阮诶帮助吼，根本恁就无法度通处事吼。即是讲啥？因为看起来是本来长官要去拍啊，人阻挡，因写批来讲毋通吼。啊，长官无欢喜讲，你家己决定，应该决定啥物吼？应该是就是甲即个新港人意思讲，阮已经替恁甲因讲，甲即个长官讲好啊，就甲恁拍，就是安尼吼。但是即安尼写我是看，讲啊，阮若无爱甲恁插，恁就会转会，啊，回去也有啥物指望吼？啊，结果因是安尼回答讲，请长官阁下袂记即项，甲即项代志放落，因拢袂去追究即项代志，也袂互即项代志来发生。因也声明讲，公司是因诶老爸，因诶父亲吼，迄寡代表因若离开，迄寡代表就离开因诶村落，离开因庄头，因若袂去攻击因诶队友，实在是看无即遮个东西。吼，意思就是战术就安尼停煞吼，就发生啊。芭比老话讲吉外吼，应该就是袖手旁观吼，就是台语讲法吉外我查一下。台语解释对，现在还是看这个袖手旁观，袖手。
关即个事。我真无介意用成语就是四字成语我真无介意华语的这种教育内底直直甲你教一寡罐头词互你直接用罐头词就当甲意思传达，是看起来足感性，但是足这毋是好习惯变成你的语言的表达无法度足活跳，定定都爱用罐头摕来用，罐头用久你就无法度足活跳来形容一寡无同的即个状况。所以我一直甲所对我读书或是我写文章的时候，学一个观念就是讲，莫定定尽量莫用成语，尽量莫用四字成语。这项较早你伫学校，我有帮我伫学校所受的即个教育，定定甲你讲你来用成语嘛，就是迄出吧。我相信你较早伫学英文的时阵，你嘛会想我学一寡英文内底的一寡叫做啥，就是成语我伫英语内讲，但是比如讲什么 it rains cats and dogs， 像即种讲法，其实伫英语内底足罕的安尼讲，伊足罕的用。我至少我伫文章内底足罕的看到人是用罐头词就对了不管是我看文章，还是我看的小说文学作品，我拢足罕看到英文作家用咧写即种罐头词。我是要做手手关结外挂我看一个，就是这。我用手手动关即个角色来查询伊即个词叫做做事做事不管的做事做事，英文拢是文言嘛做事不记我另外查着结外挂结 K 结写结 KEK KEK 结外挂 GOA 的七声 GOA 的七声。结外挂无要关心，敢若是足外人就是拄则讲小说同款敢若是足外人足外人无要关心结外挂所以感谢爸比教我即个词手手头关动关的甲讲结外挂咱若讲这是本法律嘛简单结外挂迄字当作无你的代志就对了，徛边仔看因为天上兄又分享讲一目金一目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恁各位再家己看伫咧即个chat room内，感谢各位拢有参与，和我讨论麻烦恁就是讲拜托恁用写好，咱继续转来看，我看时间10:30了咱甲即篇看了就是顶官阁下派两个人去新港去遐甲伊教死就对啦，恁这毋对迄毋对大错误所以即寡来集合代表离开因的庄头，因也着去攻击因的地面所以问题就是即战术就安尼就无发生虽然是不管安怎倒平就是结局是好因无发生战术。咱往后甲1632年2月的即个日子看煞咱后续就对3月开始看起。好，感谢各位，咱今仔学着这台语历史看起来无啥物大代志，无聊的时阵咱来学台语好，阿弟讲有啥要补充？感谢恁写遮多，但我拢无注意，互你读书。若无咱就来平反好，安尼来平反，感谢各位，平反。